陳禮斯。我謹代表特區政府同埋廣大市民，向各位獲嘉許人士致以衷心嘅祝賀同謝意。喺過一年，民政及青年事務局以家和萬事興為工作主軸，提速提效，致力推進家庭、社區、青年三方面嘅和諧發展，凝聚社會各界嘅力量，促進社區關愛共融。民青團隊秉持民政幫到你嘅精神，喺完善特區治理下，以實幹實績為市民排憂解難，持續為民生添幸福。民政局工作嘅成功，有賴在座各位同埋社會各界、地區團體同埋市民大眾嘅積極響應同埋共同努力。希望大家繼續和衷共濟，團結一致，共同建設更美好、更幸福嘅社區。同時，民青團隊一直同青年同行，與社會各界攜手同心，為青年人施展抱負，創造更好嘅環境同埋條件。希望大家繼續鼎力支持推動青年發展嘅工作。